来关心，为明年开始，义务役做兵会变作是一年制。即马传出军方规划，只要伫咧地面部队、反装甲连或者是相关部队服役的官兵，拢爱有红准单兵武器实际射击的经验。而且陆军会分做2个阶段，家中科院买这款的武器数量会买上万个。有学者就分析讲，这会当强化国军步兵的火力，而且增加攻击敌人的能力。空军火箭弹直接贯穿到高边，威力惊人。就连战车沿攻击据点来甲破坏。陆军分2阶段向中科院买1万台以上的空军大兵武器，传出军方规划，应用明年的1年役期义务役。那伫地面部队反装甲连或者是相关部队服役官兵，拢爱有空军大兵武器实际射击经验，强化反装甲战力。所有采购的武器装备，在获得之后，国军会依据敌情的威胁和部队的实际需求，来做最适当的配置和规划，发挥最大的效益。空军火箭弹由中科院研制，用过度偏调的发射管设计，应看进步使用反装甲火箭弹或者是攻坚火箭弹，有攻击标准也是功能，满足全天作战需求。学者分析，空军火箭弹应强化国军步兵火力，增加伏击敌军战车打击掩体能力。比方说，像是攻击主战车侧面、背面，又或者是说攻击比较轻装甲的车辆，那甚至是用来攻击掩体，或者是攻击那个敌人部队的重要的火点等等的，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泛用的火力支援武器。根据美国之音报道，美国空军官员观察评估，中国若入侵台湾，差不多有70%的台湾人会留落来，为保卫家园而战争。学者表示，战争发生的因素，台湾自我防御能力、国际意愿支援程度，拢可能影响控制士气。不过，关键是台湾要继续强化国防自主，增加合作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